求你转向我，怜恤我，因为我是孤独困苦，我心里的愁苦甚多。求你救我脱离我的祸患，求你看顾我的苦困，我的艰难，赦免我一切的罪。弟兄姐妹，请静下心来，我们做一个预备祷告。天父上帝，万有的主，我们仰望你，追随你。今天总光堂的弟兄姐妹们能在这里服侍，是多么的有恩典。我们存着感谢赞美的心，求主继续看顾我们的平安，也看顾我们周遭的环境，在主怀里有平安，有喜乐，有盼望。今天所听的道，所领受神的话语，都能成为我们的帮助，让我们有仁爱，有喜乐，有和平，能忍耐、良善、信实、温柔、节制，享受主恩的滋味。以上祷告奉我主耶稣圣名祈求。接下来诗歌敬拜，弟兄姐妹请起立。赞美全能神，新年诗选第63首。赞美归于我主全能者，万有的君王。我的心赞美主救赎我，赐给我恩高。听见的人高声天亲近真神，与我同来敬拜颂扬。赞美归于我主治理者，奇妙的掌管，展开温柔膀臂，荫庇我，不是有陪伴。你岂不见心中的祈求夙愿，都在他旨意中成全？赞美归于我主，无畏者，使我免灾害。他的恩典慈爱随着我，永远不离开。情在死了，有他做良朋密友，依靠他，我不再担忧。安在我里面的都要向主赞美敬拜，凡有生命气息都要献上尊崇爱戴。神的百姓欢喜地赞美真神，在同心同声说阿门。弟兄姐妹仍然站立，我们一同以使徒信经来宣告我们的信仰。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下阴间，第3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
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的复活，我信永生。阿们。荣耀颂。弟兄姐妹，请坐。接下来祈愿文，今天的祈愿在诗篇105篇第1到第6节，16到22以及45b。等一下由我来起，弟兄姐妹来应。在旧约631页。你们要称谢耶和华，求告他的名，要向他唱诗歌颂，谈论他一切奇妙的作为，要以他的圣名夸耀。寻求耶和华的人心中应当欢喜，要寻求耶和华以他的能力，时常寻求他的面。他仆人亚伯拉罕的后裔，他所拣选雅各的子孙啊，你们要纪念他奇妙的作为和他的奇事，并他口中的判语。他并饥荒降在那地上，将所依靠的粮食全行断绝。在他们以先打发一个人去，约瑟被卖为奴仆，人用脚镣伤他的脚，他被铁链捆拘。耶和华的话试炼他，只等到他所说的应验了。王打发人把他解开，就是治理众民的，把他释放，立他做王家之主，掌管他一切所有的，使他随意捆绑他的臣宰，将智慧教导他的长老。来一起，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接下来公祷，请弟兄姐妹参酌周报第3页。亲爱的上帝，我们荣光堂的弟兄姐妹在此有几个愿望来向你祷告祈求，求主垂听怜悯。首先，我们为中南美洲国家乌拉圭祷告，基督信仰能进入他们的生活文化之中，国家百姓能更认识基督的信仰来祷告。也为台湾卫理公会北二教区教会来祷告，平安堂奈林牧师为教会奉献充足，教会在当地更加得人，传道同工身心健康来祷告。也为台湾2024年总统以及立法委员的选举来祷告，求上帝拣选合适正直的立法者赐福台湾人民。也为台湾儿童及青少年能受到完善的知识教育以及美好的品格教育的造就来祷告，也为台湾第一线防疫工作的医护人员、军警人员来祷告，愿主赐平安，工作顺利。以上祷告后，我主耶稣圣名祈求。接着我们来同诵主祷文。在天上的父，愿人多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接下来圣道礼。
经课我们请贺兆典弟兄为我们攻读。经课第一处在旧约37章第1节到第4节，12节到28节，教会旧约37页，创世纪37章1到4节，12到28节。雅各住在迦南地，就是他父亲寄居的地。雅各的纪略如下：约瑟17岁，与他哥哥们一同牧羊。他是个童子，与他父亲的妾毗拉、西帕的儿子们常在一处。约瑟将他哥哥们的恶行报给他们的父亲。以色列原来爱约瑟过于爱他的众子，因为约瑟是他年老生的。他给约瑟做了一件彩衣。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爱约瑟过于他们，就恨约瑟，不与他说和睦的话。第12节，约瑟的哥哥们往示剑去放他们父亲的羊。以色列对约瑟说：“你哥哥们不是在示剑放羊吗？你来，我要打发你往他们那里去。”约瑟说：“我在这里。”以色列说：“你去看看你哥哥们平安不平安，群羊平安不平安，就回来报信给我。”于是打发他出希伯伦谷，他就往示剑去了。有人遇见他在田野走迷了路，就问他说：“你找什么？”他说：“我找我哥哥们，求你告诉我他们在何处放羊。”那人说：“他们已经走了，我听见他们说要往多滩去。”约瑟就去追赶他哥哥们，遇见他们在多滩，他们远远地看见他，趁他还没有走到跟前，大家就同谋要害死他，彼此说：“你看，那做梦的来了，来吧，我们将他杀了，丢在一个坑里，就说有恶兽把他吃了。我们且看他的梦将来怎么样。”吕便听了，要救他脱离他们的手，说：“我们不可害他的性命。”又说：“不可流他的血，可以把他丢在这野地的坑里，不可下手害他。”吕便的意思是要救他脱离他们的手，把他归还他的父亲。约瑟到了他哥哥们那里，他们就剥了他的外衣，于是他穿的那件彩衣，把他丢在坑里，那坑是空的，里头没有水。他们坐下吃饭，举目观看，见有一伙米甸的以实玛利人从基列来，用骆驼驮着香料、乳香、没药，要带下埃及去。犹大对众弟兄说：“我们杀我们的兄弟，藏了他的血，有什么益处呢？我们不如将他卖给以实玛利人，不可下手害他，因为他是我们的兄弟，我们的骨肉。”众弟兄就听了他。有些米甸的商人从那里经过，哥哥们就把约瑟从坑里拉上来，讲定20舍克勒银子，把约瑟卖给以实玛利人。他们就把约瑟带到埃及去了。经课第2处在罗马书第10章5到15节，新约圣经173页。罗马书第10章5到15节。摩西写着说：“人若行那出于律法的义，就必因此活着；唯有出于信心的义，如此说，你们不要心里说，谁要升到天上去呢？就是要领下基督来。谁要下到阴间去呢？就是要领基督从死里上来。他到底怎么说呢？他说：这道离你不远，正在你口里，在你心里，就是我们所传信主的道。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上帝，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经上说：凡信他的，必不至于羞愧。犹太人和希腊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众人同有一位主，他也厚待一切求告他的人。因为
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踪何等佳美！以上是今日经课。我们谢谢二弟兄为我们诵读上帝的话语。接下来是读经，今天的经文在马太福音14章22到33节。马太福音14章22到33节，在新约18页。由我来攻读这段经文。耶稣随即吹门徒上船，先渡到那边去，等他叫众人散开。散了众人以后，他就独自上山去祷告。到了晚上，就他一人在那里。那时船在海中，因风不顺，被浪摇撼。夜里4更天，耶稣在海面上走，门徒往那里去。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走，就惊慌地说：“是个鬼怪！”便害怕，喊叫起来。耶稣连忙对他们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彼得说：“主，如果是你，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耶稣说：“你来吧。”彼得就从船上下去，在水面上走，要到耶稣那里去。只见风甚大，就害怕，将要沉下去，便喊着说：“主啊，救我！”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他，说：“你这小信的人啊，为什么疑惑呢？”他们上了船，风就住了。在船上的人都拜他说：“你真是上帝的儿子。”以上是上帝的话语。接着献诗，在各个地，在各个他，我们请诗班。我一望之木须龙蛇花，从不愿想念注定释迦，从不知我主是为我死，在各个他。最鲜明，因为被神与我生
正道。我们请蔡伟文蔡牧师。请。重担交托各个他。今天的诗班，我相信大家有很多人听到个别的声音，也有一起的声音。各位知道，其实声音每一个人的声音都有很独特的美，所以个别唱的时候有它的美，但是团体唱的时候有团体的美。所以在教会里面，我们常常讲叫做合一。合一是什么？合一不是要去跟谁的调，或是要像谁的声音，而是每一个人声音不一样，但是我们却能够合在一起来唱诗，这个才叫做真正的合一。上帝帮助我们，合一不是要合谁的一，不是要统谁的一，而是我们要能够彼此互相的配搭。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教会里面，每一个人恩赐不一样，每一个人发的声音也不一样，但是在基督里，我们就成为一体。愿上帝祝福我们，让我们可以在主里面，我们每一个人所发的声音各有不同，但是在基督里，每一个人发的声音都能够合在一起。这就是上帝给我们的美。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上帝的美当中，我们去看到各有不同，但是也是能够合在一起的。愿上帝来祝福我们。最近我相信大家都知道雨下太多了，包括我们现在还在下雨，所以几天前，我相信几个礼拜前，当南部在放台风假的时候，中北部很羡慕。然后现在换北部放台风假的时候，换中南部很羡慕。中部一直都没有放假，但是现在他们放假了。可是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他们放假是痛苦的放假，为什么？因为雨太大了，整个山崩下来。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这边有顺利跟平安的时候，也让我们常常纪念在困苦跟患难当中的弟兄姐妹。也许我们没有办法到现场，当然如果我们有机会能够到现场去是最好的。如果各位，我们常常礼拜天在做礼拜的时候，其实各位知道教会一个很大的功能是什么？其实我们每个礼拜都在做义工训练。听得懂牧师在讲什么意思吗？我们每个礼拜都在做义工训练，因为每个礼拜各位都会听到牧师讲什么？我们要彼此相爱，我们要去爱别人，要去帮助别人，要去能够来去祝福别人看到别人有需要的时候，我们要去帮助别人。可是亲爱的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常常是坐着讲比较多，但是我们要实际的行动是很困难的。当然，牧师不是说我们现在马上杀到南投去，或是杀到中部去救灾，不是这个。我的意思是要告诉大家说，当我们在祷告当中，是否我们能够纪念那些在困境跟患难当中的人？他们也许现在在恢复家园的时候还要淋雨，他们或许现在也正在一些困难的当中。如果我们人手可能及，当然我们也希望可以这样。但是如果我们人手不能及的时候，要记得我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要为他们祷告，为这些在困苦跟患难中的人祷告，求上帝帮助，让他们能够尽快的恢复他们的家园。虽然有些地方下雨，很多地方会觉得这个下雨最好，因为之前台湾有将近快半年的时间是没有下雨的，但是现在能够有雨是非常好的。求主怜悯。有的地方下雨很高兴，但是有的地方下雨是很痛苦的。求主怜悯，让台湾能够得到平安。我们常常为我们的百姓，为我们身边的人祷告，求主怜悯跟纪念。愿上帝帮助我们。我们昨天教会有办一个，不是我们教会办，是总会办的一个儿童的师资的训练。那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办。所以小朋友的教育是教会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也请弟兄姐妹常常为我们教会的教育事工来祷告。教会的活动可以少办，教会的一些的事情可以少做，教会里面的人力可以尽量的精简，但是教育是不能省的。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看重儿童的教育，还有看重青少年，看重我们的成人教育。教会里面的预算最多要放在教育的里面，让弟兄姐妹能够感受到，或是能够知道说上帝的话语对他们的重要性，并且能够透过上帝的话，能够来祝福许多的人。我们自己先成为一个学生，然后来成为别人的老师。
所以我们最后不是要只是当学生而已，我们要能够成为别人的老师。很多人说，那我没有什么学问。事实上，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儿主老师、成主老师，我们没有一个是真正师大毕业的，我们没有任何一个人是正统的老师训练过的，都没有。当然有一些可能会有，但是没有一个人是真正正统的教育毕业。而我们所能够去做的影响力是感动人的心，透过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传递进人的心里面。所以你不是要很有学问、高言大志，因为保罗也曾经这样提醒，他说我传福音只传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而不是要传很高言大志的东西，不是要传学问，不是要去传天文学、地理学，不是要传许多的这些的东西，因为这些可以去听演讲，但是在教会里面，我们要听的是上帝的话。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当老师的人知道，也许我们的学历不见得比别人高，但是我们能够成为别人的生命的老师。以前我在台北卫理堂跟师母我们在带青少年的时候，各位知道，其实我们带的年轻人里面，不乏台大的学生，不乏医学院的学生，不乏很多一些社会里面这些比较能力很强的这些的高的知识分子。事实上，我们没有一个学历，我跟师母，我们没有任何一个人学历比这些人高，比这些人好。但是为什么可以带领他们？因为我们要教导的是上帝的话。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愿上帝帮助我们。也许我们不见得比别人优秀，也许我们不见得比别人好，但是我们要传递的是上帝的话，忠实的传递上帝的话，这是我们成为老师的责任。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好的学生，然后成为一个好的老师。愿上帝带领我们。好，所以讲到学生的时候，各位知道，其实学生最困难的东西就是写暑假作业。好，那开始前跟大家分享一个笑话，一个故事哈，只是笑话而已，千万不要当真啊。但是真的有人这样做哈。好，有一个老师他跟小朋友讲说，这个暑假作业，你的作业就是要画爸爸的车。好，那各位知道画爸爸的车有很多的用意，知道吗？画爸爸的车跟画爸爸的车是不一样的哦，要记得清楚。画爸爸的车是画爸爸的车画出来，而不是在爸爸的车上画爸爸的车啊。所以各位知道，其实语言很奥妙，对不对？我们讲说画爸爸的车，它有很多种不同的含义。那这个孩子他听进去的是什么？我要在车上画爸爸的车。所以上帝帮助我们，有时候我们不是只有按照自己的标准，要去了解跟多去认识或多去问。所以我们以前常常有一句话讲，叫做什么？学问，学问，要学也要问。当我们去做任何一件事情的时候，不是自己闭着门造车，听得懂意思吗？闭门造车就是我自己做那部车子，但是跟原本的计划是不一样的。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能够学并且能够问的人，让我们时常把学习能够这样的一个动力放在我们的心里面。所以孔子也常常讲，他说学而时习之，甚至他说不知老之将至。他都已经不晓得自己年纪很大了，因为他都一直在进步跟学习当中。所以上帝的话让我们一直不断的进步跟学习。犹太人他们从8岁到80岁，每天都在读摩西五经。很多人说摩西五经才不过5本书而已，难道一生都要读这5本书吗？对犹太人来说，一生这5本书永远读不完。他们认为说，上帝的话就像每天新鲜送上来的报纸一样，都是新的，每一天都是新的。即使这一段话读过再多遍，都是新的。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常常把上帝的话当作新鲜的报纸一样，每一天都是读到新鲜的味道在这里面。愿上帝带领我们，我们一起举起圣经来祷告，愿上帝的话进入我们的心中，成为我们的帮助和力量。让我们一起来念这个祷文，一起念，请。这是我的圣经，他说我是谁，我就是谁。他说我拥有就拥有，他说我可以就可以。今天神的话要来教导我，我重新悔改，我心里警醒，我灵谦卑受教，我就不再一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我们过去很多事情是以前的人做，现在的人不做了，但是现在很多人也去做以前的人不去做的事情啊。各位，我最近看到有一个图，蛮值得思考的哈。各位知道，以前100年前，这个一般的人是骑马啊，但是有钱的人开车。可是各位知道现在是什么？现在是一般人开车啊，但是有钱的人做什么？骑马。骑马养生啊，骑马运动啊，对不对？以前的人是骑马的，那是现在的人是开车的。以前的人有钱的人才开车，一般人现在是一般人在开车，但是有钱的人是骑马。所以你看那个去练马术、赛马的人，他们其实都是非常有钱的。好，所以各位，时代也许在改变，但是有哪一些东西是不变的？有哪一些东西是不变的？不管是马或是车，都是帮助我们的交通工具，它都是让我们可以到达某一个目的地的。所以愿上帝帮助我们。也许我们是一般人，或许我们并不是像人家很有钱的人啊。过去很有钱的人是开车的啊，那这个没有钱的是骑马的。现在是有钱的有钱的是骑马的，那现在没有钱的一般人都是开车的。但是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知道到底我们要做这些的目的是为了什么。有哪些事情是不变的？有哪些事情是我们应该要从这里去学到的功课？包括现在有很多人吃的东西也跟过去不一样。以前各位知道那个，各位应该有吃过，各位知道那个地瓜现在是养生圣品，对不对？可是各位知道，在至少30-40年前，你知道地瓜是给谁吃的吗？给猪吃的，给牛吃的，给动物吃的，因为这些东西。对人来说，人觉得不喜欢吃这种太粗的食物。可是你看，现在是养生都要吃这些，所以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看到，也许时代会不一样，但是有一些东西是我们可以从这里面去看到，哪一些是永恒不变的，哪一些是没有改变的，我们应该要去注意些什么。好，所以今天我们看到的圣经题目有点怪怪的哈，各位知道现在很多年轻人讲说有神快拜，表示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事情，很特别的人，所以一定有神在这里面啊，赶快拜啊！但是其实今天牧师要讲的东西，可能要带大家看另外一个不一样的思考。也许我们这个故事，我常常最近讲说，有很多的圣经故事，我们以前小时候常看。但是我们没有从这里面去看到另外一些的东西，所以今天要带大家来看另外一些从我们熟知的这些的圣经故事里面去知道哪一些是我们有忽略到的。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圣经里面，耶稣做一件事情，这个是在他做了一件非常大的服事之后来做的。我们来看一下，在今天的圣经里面。在第23节的地方，耶稣做一件事情，他到山上去祷告。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今天的23节，今天的经文23节，一起念来。散了众人以后，他就独自上山去祷告。到了晚上，只有他一人在那里。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说耶稣上去祷告有什么特别的吗？耶稣不是常常上山祷告吗？亲爱的弟兄姐妹，特别的地方就在。各位知道，我们读经的时候，千万不要断章取义，知道吗？要做什么？要看一下上下文。各位知道，在这里的上面那一段是写什么？知道吗？还记得上个礼拜的经文？各位知道上个礼拜还记得那个经文吗？耶稣让5000人吃饱，对不对？好，所以耶稣让5000人吃饱，这是一个极大的神迹，所有的人都吃饱了，5000人，甚至。如果按照圣经记录，搞不好超过5000人，因为妇女跟孩子是没有算在里面的。可是各位知道，当耶稣有这么多人跟随他的时候，他还可以发便当给人家。各位知道，如果现在有人发便当给你，恐怕你就会跟着他了。为什么？因为他有无限量供应的饭食。很多人都喜欢能够拿到免费的东西。可是各位，当事工越兴旺的时候，当工作越好的时候，当你的收入越多的时候，你开店如果客人越多的时候，请问你会继续开门，还是你要关门起来？很多人一定要选择什么？打铁趁热，火热的时候，超过5000人来我家的店吃，我一定要开得更多，供应更多，让更多人来跟随我。可是，亲爱的弟兄姐妹，要先跟大家讲一个事情是，今天的经文